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我伤心，我气馁，我顺利，越强壮但永远不后悔。哦，你还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心田。我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我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喂。亲爱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这是三个来念今仔要念的圣诗，请大家掀开新圣诗119首，119首，上帝的囝基督。上帝的基督，永远永好源头，常常是阮守护，亲像河水长流，讲我的心中我的嘴，请向我求主。第一再过来一遍。上帝的基督，用最万好源头，常常是阮守护，亲像河水长流，讲我的心中我的嘴，请向我求主恩惠。第二站。上帝慈悲仁爱，永远拢无变化，天顶慢慢成熟，这心无落唱歌，咱拢是阮比因较亲，应该感谢耶和华。有听到大家在念，真好啊！咱来念第二首，第二首是121首，121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这无同款的谱啦，吼，无同款的谱。咱来，上帝疼痛赢过一切，天顶我已降落地。
的时光，上帝听堂也给一切，这是确确实实的事情。好，咱只是啦，别关心来学了咱的天父上帝。时间来到好，敬拜赞美。好，兄弟，大家平安。你甲你四边头前后壁正边倒边讲，天父恩典真正大。恩典真正大。咱用这首诗歌来学习咱的上帝。天父恩典真正大。照亮你的恩，你的有存，好彩的看咱变成欢喜，欢乐变福气。天地开因窗，互咱恩典拢无散，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心若大欢喜的是，咱的嘴就爱来吟诗。这时，咱来唱这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嘴就吟诗。心大欢喜，我的嘴就吟诗，感谢上主之大仁义，你是我路，你是我感谢，啊，你好赛呀，无够也给你赞。我心所敬仰，我只好的无价，有阮惊你遐拢无惊，真水的错误，你欢喜错我去。第一站，我要请兄弟来唱，姊妹来感谢。心大欢喜，我的感谢你，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的恩典充满伫阮的内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的灵动都充满伫阮的心里，哈利路亚！主，感谢你。第二站，我要请姊妹来唱，兄弟来感谢。心所敬仰，我只好的无价，有阮惊你遐拢无
咱搁同齐斗阵来唱。心中欢喜，我的嘴着吟诗，感谢上主这大灵意，为你是我路的明星，我感谢啊你福赛呀，无高呀，我心所倾听。的无只，有困念你呀，拢无惊，是吹草坡，你欢喜错愿去，我通甲你当欢喜。水的草坡，吹草坡，你欢喜。主啊，阮人是算啥物？你既然遐尼啊疼阮，你手术你的独生圣囝来到阮的中间，伊必定是你家，流出伊的宝血，洗清阮拢总的罪。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疼是永永远远。我们用这首诗歌，搁一摆对主你唱出感谢，用更较深的心灵来敬拜阿罗你。因为你的疼永远无变。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写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我伤心，我气馁，我胜利，我识别，眼刚强。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险，我地软，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我伤心，我气馁，我生气，我识别，眼看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险，我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两个人双手来敬拜。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
主啊，你的恩典真正是大。阮伫日时，阮要学劳你；伫暗时，阮要感谢你。上帝啊，阮人是算什么？你煞遐尔啊疼阮。你授予你的独生性囝，以老伊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搁一摆将阮的性命来赎回。主啊，阮伫昔日价顶看见你极大的恩典，虽然有时阮会软弱，会倒退，会跋倒，总是你的手永远扶持阮，看阮行头前的路。主啊，阮要对你讲，阮感谢你，阮学劳你，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悬是深，也是上别个造物所做变做的物，拢袂当隔断伫咱甲上帝你的疼，就是伫咱的基督耶稣内面的疼。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继续扶持带领阮，互阮的性命更较亲近你，更较亲像你。主，我感谢你，我安尼感谢基督靠耶稣的名，阿门。万国啊，恁着学乐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地，恁着学乐耶和华。咱来唱圣诗第119首《上帝的囝基督》，请起立。
请坐。咱命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你怎样听阮，守护你的独生圣囝，替阮牺牲性命，流出宝血，洗清阮的罪。这是何等无比的疼，阮嘛安尼来听你，一生跟对你。主啊，阮感谢你，全球肺炎疫情严重，但是你依然保守台湾。互疫情得到控制，互大家平安。感谢主，恳求主，你施阮人民世界各国，互因的疫情也拢会当稳定。有真好的医疗团队，紧紧研发出疫苗出来，互大家过着平静的生活。主啊，阮感谢你。主啊，阮谦卑来到你主的面前，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愿你圣神充满阮，互牧师所讲的话，成做阮日常生活的准绳，互讲甲听的平平白白得到利益。愿上帝祝福，也未来到教会兄弟姊妹一切平安顺遂。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来启应门14，伫个圣诗后面1023面，请来掀开。我来启，恁来引。上帝是咱的
避难所，咱的气力。虽然地大变动，海水牙印哗好，一声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城欢喜。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列邦和好，列国动摇。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来看上主的所做。伊压浙江，斩断枪，放火烧战车。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咱即马请圣歌队来献诗。圣歌队要献的诗是：我的信心若无定。即摆咱先开圣经，咱共读上帝的话。伫个圣经的后壁178页，罗马书第8章31到39节，咱先开圣经，我来读。论到遮个事，咱要怎样讲？上帝若为咱，
是水会对敌咱。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为着咱正人献医，敢无属将万物白白互咱嘛？是水要告上帝所敬的百姓啊，称伊做义的是上帝，是水定伊的罪啊。基督耶稣已经死，尚且对死人中搁起来，坐伫上帝大边，也替咱祈祷，是水要决断咱伫基督的疼，也是患难，也是困苦，也是困着，也是枵餓，也是痛体，也是危险，也是来倒啊！亲像所记载讲，阮为着恁的缘故，将日受死，看做亲像要杀的羊。反正伫遮的隆重的事，咱对听咱的得胜甲有剩，因为我相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今的、是将来的、有权能的、是权是深，也是别个所受造的物，拢袂会决断咱伫上帝的疼，就是伫咱的主基督耶稣所有的疼。以上。请起立，祈祷主祷文。请为天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行，伫地人亲像天人。我的日食今仔予我，免我的过有，亲像我了赦免过有我的人。无你带阮你入去，就叫阮脱离开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即马请咱本堂的牧师，陈国成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听的力量大”。就中一个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有一句话讲，袂食5日节粽，破休啊，毋甘放。无讲无食5月粽，面少面皮毋甘放。这个是咧讲袂过着端午节的时，随时天气拢会有变化。寒天的衫毋甘收起来，因为有可能还佫有寒流会来。根据1873年6月22号，就是咱泸州教会释教的日子。赖永上长老的教会史话教会史话274话274话有讲，该有李牧师开设了9年教会，就是咱泸州长老教会。该日参加礼拜有几个人？感谢主，咱今仔有几人礼拜？愿上帝施恩赐福伫咱。第一场的礼拜就有400几个人，真感谢主。这400可能是大约啦，伊可能伊嘛无算甲真准啦，毋是讲405是398。根据阿妈甲日记甲咱讲，当日是礼拜日，设立9年教会的透早落什么会？落霜啊！所以古早人讲袂食5日节粽，破休啊，毋甘放。会落霜啊！但是经过140多年以后，今仔日哇，天气热到要死去今日透早有人讲，开天气热，即个行诶，求上帝帮助咱。牧师顶家伫环境助理有甲咱讲，咱要注意咱所等的粪扫，因为咱手若弹出去了后，经过洗一轮，然后最后会去到倒去，回到你的餐桌上，这句话是真实的，咱毋通因为安尼来忽略去嘛爱甲你身边的人甲伊讲，毋通黑白烂蛋粪扫，这是第一步，对环境真重要。咱知影这个温室效应，天气哪来哪炎热，好像回不去了。
因为北极甲南极的冰拢开始咧融化吼，这是咱爱谨慎啊，对于咱的地球爱真谨慎。吼，咱无法度想象啊，讲啊，140几年前的时，马该来到泸州要设立泸州教会，吼，就是州立教会的时，竟然透早是落霜。啊，即个踮咧拜一啊，咱教会设教几年？147年，吼，咱真安静，因为迄天是礼拜一，吼，咱拢殊荣工商啊。佮几年，咱就要庆祝150周年，佮3年，爱提早爱准备，嘛爱逐个人拢要上紧发条，吼，真紧哦，咱嘛讲爱佮3年，吼，但爱为着咱的教会啊继续努力，因为这是一个咱会当达成的目标。啊，最近有甲几位兄弟姊妹也是同工分享，你的一生，伫你的教会，你当经过几个50年，上侪敢2个，吼，你无可能甲活到100几岁，吼，有可能咱即摆的较细汉的囡仔吼，10几岁、20几岁，伊若是哦，上帝吼，伊阁有活命，阁有50年的寿命吼，伊迄时阵吼，阁200年的时。伊60几岁、70几岁，还阁有迄个气力，通好经历咱教会吼，接续迄个50许年。咱所要迎接的是第3个许年，照圣经所甲咱讲啊，7个7年吼，49年吼，就过当年第50年，就是迄个许年。愿主帮助咱做伙啊，迈向咱设到第150年。互咱甲边仔人讲吼，我们150年见。所以大家爱保持健康吼，爱保持勇健的身体。哦，咱三甲来祈祷。主，阮是你所拣选的器皿，为着要得到这个福分，阮受你拣选。主，无论啊是死活，是生死，是天灾，也是掌权，无论是即马，也是现在，无论是悬是深，也是别个受责免，拢袂过长。主，你对阮的疼，就是阮伫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疼。愿主你使用伫阮的心中，互阮得到你的快乐，赢过世上所有的一切。愿献上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啊，我有一个新闻吼，就是讲有一个囡仔，伊。跳不下去哦！有一个囡仔啊，伊走无去，啊，碰见的是大家拢找无，在找的时阵拢找无到。隔日透早有一个妇人人哦，要拼从厝内牛头壳的水要甲伊拼落即个下水道的时吼，就是即个水沟的空的时，却听到对即个水沟传出着囡仔咧哭的声音，伊紧敲电话叫救难的人，敲119的人来，紧甲水道挂甲伊掀起来，然后进入即个下水道，看到一个囡仔伫遐咧哭，原来伊就是昨日行无去迄个碰见去的迄个囡仔。这个新闻互咱想着讲，上帝嘛是安尼找着咱，因为咱所住的世界哪亲像即个下水道，遮尔污秽垃圾。咱所住的世间，毋若是人心黑暗，空气嘛愈来愈歹，水嘛愈来愈无清气。所以咱咧哭的时，主来到咱的身边，来拯救咱每一个人。上帝听伊所拣选的囝儿女，世间的疼有分2种，一种就是疼，一种是向疼。你是属伫倒一种？你有付出疼，嘛有得到疼。这疼是双方面的，所以互疼的人，伊会用疼来回应疼伊的人。有的人伊得到疼，嘛无一定会回报，这叫做无血无目屎的人。所以上帝疼拄啊顶倒边，伊是先拣选咱，用疼来疼咱，愿意来靠近咱，迄就是用刚强的疼来靠近咱软弱的人，将有疼的来带领互欠缺疼的人。
台语这罗马书第8章31节，甲咱讲，论到这个事，上帝若为咱治罪为对得咱，所以咱伫世间时常会对得咱。所以讲，咱若照上帝旨意，咱是受拣选的人，是要得到主予咱的荣耀，就是这个荣幸。是谁嘛袂当阻挡咱来得到这个荣耀，因为有上帝咧帮助咱。是谁会对着咱？意思就是讲，咱所信的上帝有啥比搁较强？上帝若帮助咱，上帝甲咱同在。人若有上帝的同在，咱就得胜到有存。上帝毋是照咱所想的方法咧甲咱要帮助咱。上帝是照伊美好的旨意在帮助咱。32节甲咱讲，上帝竟然无惜伊家己的囝，为着咱众人来献伊，敢无煞将万物白白来互咱吗？这好像跳不过去。下一章。后一张。所以上帝伊毋是照咱的所想的方式，是照伊美好的旨意咧帮助咱吼。32节后甲咱讲，伊无惜伊的囝，将伊的囝赏赐互咱。所以讲，上帝敢无将万物互咱吗？意思是讲，上界宝贵伊的独生囝，为着咱世间人的罪赏赐互咱，安尼。伊敢无将万项事拢赏赐互咱？因为上帝竟然付出伊上大的代价，伊就无惜任何珍惜的物件来赏赐互咱。这是要帮助相信伊的人，要帮助信靠伊的人。之最为过上帝所拣选的百姓，称因做义的是上帝。刚才咱有人。讲咱不配得到这个荣耀，但是除了上帝以外，谁人有这个资格来控告咱？只有主，因为主也是审判，主嘛是施恩的主，主嘛是赦罪的主，所以会当定咱的罪，嘛当赦咱的罪的上帝，互咱称做义。有啥物比咱的上帝搁较强、搁较大呢？所以咱毋免怀疑咱家己得救的确实性吼。咱是确实，咱是得救的人。这听的力量有偌大？保罗甲咱讲，超越所有的阻挡，因为毋是任何的物件拢会当阻挡咱。34节讲是谁要定因的罪？基督耶稣已经死，还阁对死人中阁起来，坐伫上帝的大边，伊也替咱来祈祷。所以讲听的力量超越所有的阻挡，因为主已经对死活已经坐伫上帝的大边来替咱祈祷，所有的阻挡伫主替咱。大球大岛的中间，无啥物通阻挡咱甲上帝、咱甲天父上帝之间的连结。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受钉死伫这个十字架顶，佮为着咱来活。下一章吼，佮为着咱来活，互咱称做义，伊坐伫正边做这个大祭司。耶稣永远活替咱的罪来。代求，祈求主来拯救咱。但伊接下来现在讲，即水会决定咱甲基督的听，基督的听嘛是天父上帝的听。基督的听甲天父上帝的听是合作做伙是二合一的在下一章，因为已经跳好几章去了所以讲基督为着咱的罪钉死十字架顶，佮因为伊坐伫上帝正边，诚做即个大的祭司，耶稣永远活替咱的罪来祈求天父上帝来怜悯咱在下一章。
这个好像跳不下去了，没电哦。咱来看到35节，保罗用下面这7项的苦难，甲咱讲对得的工具甲方法来界定咱甲基督的疼。难道是这个患难吗？患难是咱为着主所受的苦难。有人信主的过程真顺利，但是有人信主了后，受到侪的艰难，受到侪迫害，特别是厝里的人无体谅，侪厝里的人也无法度相信，所以就对神的厝里的人来甲压迫。是这个困苦吗？困苦是指咱感受到的困境，包括咱即马所面对这个武汉的肺炎，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这个威胁，是困毒吗？困毒就是指咱因为信主来所受的迫害，是妖恶，是痛拍体吗？这是指散车下面所受的感受甲侮辱。有一本册叫做《上帝相爱汉山河》，之前有甲咱讲过。内面咧讲到8个英国人，8个英国的议员，为着甲伊无相干的乌人来立法，会当互乌人来得到自由。原来伫18世纪，乌人是互当作那亲像精生咧买卖一样。真侪才会对英国对欧洲、对美洲会船去非洲要载啥物货？除了载物资以外，搁载一种叫做乌人。乌人是受人买卖，乌人变做奴隶。因为迄个时阵，欧洲真侪殖民地殖民地有一寡农业，也是有一寡生产，因需要这个人工，所以因将这个非洲的乌人当作是物件来买卖。迄当时乌人受到迫害，总是嘛有侪乌人伫迄个时阵来感动、来信主，因为因知影讲，因虽然那亲像物件迄样买卖，无将来、无未来，总是因伫即个困毒、伫即个妖恶、伫即个赤身肉体的下面，因来信主。所以是危险吗？危险指无安全，逐种的危机是内刀吗？是刀剑吗？刀剑是指即个死亡，指即个死亡的境界。所以保罗讲，到底基督的疼是有偌大？疼的力量无受到这的阻挡。咱知过去受到真侪战争的影响，也是即个瘟疫，也是侪艰难的事。总是咱知影信主的人较担，要一直咧增加，教会嘛一直咧扩展。所以求主帮助咱。保罗甲咱讲，上帝既然疼咱，无论咱拄着任何的境遇，拢袂当互咱甲基督的疼来界定。基督的疼是咱伫咱苦难中上介大的鼓励甲力量，互咱伫苦痛的中间来得到安慰，伫软弱的时来重新得到快乐。耶稣若为着咱死，佮要拯救咱，伊过我了后。有权坐伫爸上帝正边，一直替咱祈祷，替咱代求。伊的疼是真正完全佮有快乐。伊的拯救是替咱负责到底。36节甲咱讲到为着你的缘故将你受死看做亲像要刣的样这是保罗引用诗篇44篇第22节。所以保罗毋若伊的历史咧写咧进行使徒行传，伊的历史不断写教牧的书信，伊本身嘛对旧约非常明白。咱毋通袂记得，保罗是伫加马列下面正做学生，伊本身经学书，伊本身对旧约的圣经真正明白到底，
所以用诗篇44篇22节，咱讲啊，因为你的缘故，同你受害，看这亲像要杀的羊。吼，即个咱就是指听上帝的人，咱为着要成就天父旨意，咱日常的生活中间，无论拄着什么种的艰苦，咱知这是主予咱的实物价。伫基督的死，咱知影咱的心上有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啊，耶稣基督的刻印伫咱的心上。所以这大祭司是咱的祈祷到伫伊的时，耶稣将咱的祈祷送到上帝遐。所以诚做咱属灵精进顶面通得胜的源头。这大祭司替咱求。替咱代祷，嘛回应着以赛亚书第4首这仆人之歌仆人的歌。所以咱得着听，对听来得胜，到有存，保证咱会当领受着基督的力量。这是保罗先生所甲咱讲。所以伫第37节，伊讲着靠着听咱的主，伫一切顶面拢已经得胜到有存。都已经得胜到有余啊！进前35节，甲咱讲，无论是患难、困苦、夭餓、痛體、危险，也是内倒，这的困境会经有，咱所拄着是难免。检猜你袂拄着，但是有的人会拄着。是这的苦难，上帝予咱一条出路，就是靠着听咱的耶稣基督。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互咱得胜，而且得胜到有存。你甲边的人讲，我们是得胜的人。所以咱靠着耶稣基督，诚做得胜有存的人，互咱赢过这的患难。38节甲39节，佫较明显，甲咱讲出着伫这的下面，互咱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无论是我的无论是这的所有的，也是将来的事，是即卖的事，咱拢袂当隔断咱甲上帝之间的这个疼。无论是悬是深，也是这的任何这的受造的物，拢袂隔断咱甲上帝之间的疼。因为耶稣做咱的中保，互咱无搁忧虑，无搁惊吓。所以，咱赢过一切患难的秘诀伫对，就是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上帝照着咱的相疼咱，伫创世期间讲，咱的人有上帝的形象，上帝会塑造咱，伊会照咱的理想，照符合伊的理想的条件来施予咱。这就是上帝的恩惠。世间人的疼，有当时拢带有条件。但是天父上帝的疼是完全，阁是全然，就是伫耶稣基督的顶面所成就的。下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短短片叫做《最美的奉献》伊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瑞克这个囡仔出世伫美国的时，因为这个财团自带去射着这个颔棍造成氧气无够，造成脑性麻痹。伊生出来的时阵呢，医生就甲伊讲，这个囡仔将来大汉会甲植物人同款，所以讲建议伊的爸爸妈妈伫差不多较大汉的时，就当送去安养院。但是瑞克的爸母伊毋甘愿安尼做，这是伊真宝贝的囝。瑞克的爸母决心要互这个囡仔亲像甲一般的人同款要过了真精彩。所以伊的老爸叫做迪克，退休了后，就为着这个囡仔走走。12岁的时阵，伫伊的身上装一种感应器电脑会感应的设备，透过这个设备，厝里的人总会当知影讲这个囡仔咧想啥，这个囡仔伊的想法是啥物。有一摆，伊的老爸甲伊讲话时，
瑞克竟然甲伊回应讲，我想要去跑步，我想要去运动，敢有可能？伊生来就是因为脑性麻痹，所以伊的四肢活动就无遮尔无遮尔自然。所以伊老爸为着要完成伊的心愿，开始陪伊做伙跑步开始陪伊做伙跑步，为着什么？为着要完成即个囡仔的心愿你看伊咧走的时，笑甲遮尔欢喜。伊甚至为着囡仔会当参加铁人三项的比赛，去包括游泳游才游4公里，骑车要骑180公里，走马拉松要走42公里。因为要囡仔会当参加铁人三项，这一般人拢无法度完成铁人三项。这个老爸为着囡仔的心愿，开始练习，开始努力。这游泳的时就把这个迪克绑伫个橡皮艇上，然后再将这个橡皮艇牵一条丝绑伫伊的腰带，然后安尼游泳。骑脚踏车的时阵，就亲像安尼。有一个特殊的装备，甲伊放伫这脚踏车的顶面，带这个囡仔做伙走。这个囡仔伊虽然无法度真自然，总是伊的老爸就是为着伊的心愿，甘愿安尼付出。所以伫走马拉松的时阵，就爱塞着伊安尼头前来走。当因到伫终点的时，所有的观众拢欢喜。这对爸囝安尼遮尔努力参加安尼比赛，为着因流目屎嘛欢呼因不止伫美国走，因嘛去日本参加日本的这个铁人的比赛。这对爸囝的故事真互人感动因为迪克伊要开始准备的时，伊嘛无少年伊的囡仔12岁伊可能差不多30-40岁所以讲。伊嘛无少年但是伊愿意放的所有来，互这个囡仔会当完成。伫这个世间，咱嘛有天父上帝的疼。伫世间有安尼的疼，天父上帝的疼，犹原嘛亲像安尼咧疼咱每一个人。伫比赛了后这个瑞克伊发表了感言，讲若无老爸，我无法度完成任何一件事。我最想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互我的老爸当坐伫椅仔顶面，互我来杀伊一届。伊的老爸迪克讲：若无瑞克，若无李克，我无法度完全完成任何一项比赛。我是把我的双手、我的双腿跟我的双臂借给儿子使用。我只有将我的双手甲我的双脚借互我的囡仔使用，要互伊得到快乐。这是天顶第一上界幸福的事。各位兄弟姊妹，这好比咱甲天父的关系。若无天父上帝，咱无法度成任何的事。天父若无咱天父上帝，嘛无法度成就任何一项圣工，听将咱甲天父上帝完全来结连做伙。这个真实的故事后来互拍做电影《我的钢铁老爸》，有人看过无？感谢主。咱唯一会当鼓励咱的兄弟，互咱家己拍好啊！真感谢主我也还没看过，但是后来这个老爸有出一本册叫做《完全的奉献》最美的奉献所以咱每一个人拢需要力量。上帝用无放杀咱的疼来疼咱，因为上天父透过耶稣基督这个牺牲的性命来疼世间人，包括你包括我。各位兄弟姊妹，这个疼的力量是完全的，是有气力的，是赢过世上所有的一切。罗马书8章40讲讲，反正伫遮的拢总的事，咱对疼咱的得胜到有存。这上界水的奉献这老爸后来写一本册，叫做《最美的奉献》上界水的奉献，因走30年后来伫波士顿有一个铜像，甲伊设立伫遐，为着要纪念
即对爸仔囝因的故事，愿主帮助咱。伫世间有安尼事，表示上帝会超过亲像即对爸仔囝会来听咱。最后一个影片，咱会当来小可来欣赏，做咱来结论。把瑞克送到疗养院去，但是他的爸爸妈妈并不打算那样做。他们决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把瑞克留在家里抚养长大。3岁的时候，爸爸为瑞克制作了一台小推车。小推车是瑞克的双脚，让他能和弟弟在家里四处玩耍。他们带着瑞克出门，尝试让瑞克做各种运动。他可以钓鱼、游泳、爬山，甚至当起曲棍球的守门员呢。瑞克活泼的个性感染了周遭每个人。他不但进入小学就读，也开始认识许多朋友。虽然有许多波折和困难，但还是一路念到大学毕业。有一天，瑞克的一句话改变了迪克爸爸的一生，也开启了一段令人动容的旅程。瑞克告诉爸爸，当我们一起跑步的时候，我忘记自己是个行动不便的人，我感觉自己是正常人。在那场比赛后，迪克爸爸开始训练自己成为跑步选手，也为瑞克打造适合跑步的轮椅。迪克爸爸带着瑞克上山下海，惊人的是，他们持续了33年。迪克父子从未在任何一场比赛中半途而废。迪克爸爸说，我只是把我的双臂和双腿借给我的儿子使用，能让瑞克快乐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瑞克儿子说，我这一生最想做的事是让爸爸在椅子上由我来推他一次。长达33年的跑步生涯，迪克爸爸带着瑞克征服了超过1000场马拉松比赛，还包括夏威夷铁人3项竞赛和单车横跨美国的创举。在充满乐与苦的生命旅程中，见证他们永不放弃的精神，一家人互相扶持、奉献的爱。这对父子档以赫特2人组闻名全世界，他们的故事激励了千百万人，名为最美的奉献。I can only imagine when all I would do is forever, forever worship you. I can only imagine. 这出电影吼，咱。
请要奉献，请师王的同工。咱献开手中的周报吼，咱来念金句。罗马书8章第37节，咱念2遍。来，开始。反正伫遮的隆重的事，咱对咱有够剩。反正伫遮的隆重的事，咱对听咱的得成够有剩。书第8章37节，你话有今仔有新的朋友无？无，咱来报告。献开手中的周报。第今仔日少年团契下晡淡水要办日游。下晡7:20伫泸州公所。区公所集合出发，爱要坐公车爱戴口罩，摇卡，穿迄个长远的，无惊蚊仔叮，上午早起少年团契例会暂停，第二暑假儿童营。7月25甲26，百礼拜上午9点，下晡4点到4点半，已经收50个啊！国小1年到6年的儿童，报奖金300块，若无迟到无早退，活动结束了，拢全额退费还无到1个月，
要准备这时间，请兄弟大家关心较大岛，甲会当斗相共的同工。第三，青少年团结联合团宣音乐营，8月22到23，拜6个礼拜，地点宜兰有节教会内容，家己看一下。请报名，请接洽李信弟兄。今仔日报名为止。第四，家庭探访7月初2，拜四暗时8点，陈钦姊妹府上民族路70巷1号4楼。陈钦姊妹敢有来？今仔日没有吼。第5项，7月初5下主日是开拓教会奉献主日，开拓中上还未自立教会补助款事工经费。敬请兄弟姊妹关心支持，互早日独立成为长会。第6， 7月11拜6上午9点到12点半，台北中会传道部举办中级初阶训练，主题法规甲体制、角色甲职务。地点大稻埕教会，敬请中级同工踊跃报名参加。7月初5报名为止。第7，圣礼典，7月12联合礼拜9点举行圣礼典，强守圣餐，信徒请备万心出席主的圣餐，甲主同坐道，并为通过小会审查信仰甲品行的无道友行洗礼。报名成人洗礼有陈美玲、李子纯、郭美玲，才为因关心甲大岛。第8，年度查校，7月12主日礼拜后，本会财务组举行2020年上半年校务检查，敬请各单位人员预备账册、存折收检。会计人员请先甲银行补登存折、利息入账，敬请配合办理。第9，健康讲座，7月12礼拜上午10点半到12点，高血脂居家保健，马街病院刘芳琪护理师主讲，马街病院台北社区医学中心甲罗州教会合办，欢迎邀请亲戚朋友参加。第10，健康咨询，7月16拜四上午10点到11点半，血糖甲胆固醇检测，马街病院台北社区医学中心甲罗州教会合办，少年团结，请踊跃出席。第11，新安宫读经2020年第3季读本看见清晨的曙光，已经放伫咧照内底，欢迎兄弟姊妹自由索取，个人伫厝的每一日依进度来读经。12第3季7月到9月的复赛轮值表已经公布，各位同工请注意个人的复赛项目甲日期，时间上若有无方便，请家己甲其他同工交换，并且通知办公室。第13，每礼拜暗8点查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查考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得力蒙福。14，每礼拜4上午10点，少年乐龄读经班，欢迎少年团结甲新来的无道友踊跃参加。15，每礼拜4暗时8点，欢迎登记
家庭礼拜，请甲叶秀兰长老联络，会计报告甲代购事项家己过目。这普通时平常时啊，为着这辛苦病痛的兄弟姊妹来代祷。郭阿如姐妹跟黄子龙姐妹，敢有来？新朋友无来吼？过来牧师，敢有要报告？这补充报告？无吼。无咱先开圣要变的圣诗第398首，请起立。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这完请牧师接导。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延绵主庇，被上帝受所带，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信心愿能甲咱感动，也去到咱心内。做为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平安的上帝，互咱一尽正胜。佮愿伫咱伫耶稣基督过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